迎嚟到蒸汽教主。呢排唔係落雨就係天陰，我心情都有少少鬱悶。今日一見到陽光，即刻開心翻晒。我都係啊，雖然我好怕曬，但係我知道適當吸收陽光，身體先可以製造維他命 D， 而植物有陽光先可以進行光合作用，製造養分。叻女喎！張老師，陽光係植物進行光合作用嘅條件之一，而除咗陽光，植物仲需要葉綠素、二氧化碳同埋水進行光合作用。而植物進行光合作用，除咗會製造養分，仲會釋出氧氣㗎。咁我哋點樣先可以睇到植物有冇製造養分啊？問得好！大 Sir 取 Sir，我哋可以利用碘液進行實驗。植物嘅養分我哋稱為澱粉，而碘液係用嚟檢測澱粉嘅溶液。而碘液遇到澱粉就會由啡色變成藍色，而藍色越深表示澱粉越多。呢塊葉片變咗深藍色，就證明葉片有澱粉，有進行光合作用喎。而要了解有陽光同冇陽光照射嘅分別，我哋可以喺葉片嘅一部分度包上錫紙，阻隔陽光嘅照射，令到呢部分嘅葉片進行唔到光合作用。冇包錫紙嘅範圍就唔會受到影響，可以進行到光合作用。包咗錫紙5日之後，剪下葉片。我哋必須要去除葉片上嘅葉綠素，先至可以進行碘液檢測。所以我哋要先用熱水浸軟葉片，破壞葉片上嘅角質層，再用酒精去除葉綠素，然後用熱水洗去葉片上嘅酒精，咁就可以滴上碘液，檢測葉片上是否有澱粉。你留意之前包咗錫紙嘅葉片範圍。包咗錫紙嘅範圍冇變藍色，即係冇澱粉，冇進行光合作用。而葉片嘅其他部分變咗藍色，即係有澱粉，有進行光合作用。冇錯，100分。除咗光合作用，你哋又知唔知道植物仲會進行呼吸作用㗎？吓，植物都會呼吸？係啊，植物全日24小時都會呼吸㗎，而夜晚黑暗時呼吸較快。植物呼吸作用係指植物分解養分產生能量，供植物生長繁殖嘅過程。而植物分解養分時需要氧氣㗎。我都聽講過啊，話夜晚唔好放植物喺睡房，話會同人搶氧氣。哎呀，我睡房淨係有幾棵植物，之前一人一花派嘅小盆栽，我都放喺睡房嘅窗台，咁今晚要辦翻出嚟先。梗係要啦！今集嘅蒸汽教主又差唔多，記住我哋嘅口號：日日日 STEAM 一 STEAM，醒目實領先，拜拜。